首先要再次感谢上一坛的敬拜团、圣歌队跟今天的献诗。如果你们再唱5分钟，我可能会坐不起来，我会跳舞了啊！如果对，感谢主，对，再次跟敬爱的夏牧师、曾牧师，还有谢牧师，还有长老执事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那这边是我们的母语马鲁苏吼，这个是我们赛德克族问你好不好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互相说一下马鲁苏吼。那我的名字是 Lisa Wallace， 那 Lisa 是我的名字，那 Wallace 是爸爸的名字，所以这个可能跟Diane、赛德克我们都是相同的哈。所以我去国外的时候，人家会叫 Mr. Wallace， 我就会说那我爸爸有来吗？你现在没有来吗？对，我是来自于南投春阳村，也就是雾社事件进去庐山温泉的那个第一个部落。我是来自于那里的，但是其实我是生在台南，因为爸爸当神学生的时候，我在台南神学院出生的，所以我可以是1/8的台南人吧。好，那 Lisa 在我们赛德克族的意思就是年轻人，所以我如果在部落或是现在我到了80岁，你们还是要叫我 Lisa 哈，我还是年轻人的意思。那也谢谢刚刚牧师的介绍，也感谢上帝恩典，我是去年10月才从英国的里兹大学完成我的旧约的哲学博士的学位。那目前是在玉山神学院教有关于旧约的这个相关的课程。所以按照我在学校的这个身份来说，我真的还是 Lisa， 就是我真的还是年轻人的意思。那今天分享上帝话之前，我想再一次代表我们玉山神学院，我们的全体老师、职员跟学生们，跟富强教会的夏牧师、曾牧师、谢牧师、长老执事们，还有最活泼的弟兄姐妹们，再一起说声谢谢。谢谢你们又1年来对我们玉神的这个支持，还有你们在背后的这个祷告。让我们这个玉山神学院为了原住民族设立的神学院，又一次能够平安的度过1个学年。也谢谢你们接纳我以及学校来跟大家请安跟报告。那在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赞美我们的上帝，就像刚刚大家的这个诗歌。让我们能够今天再一次齐聚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将满满的恩典归给我们的神。那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成为补破口的人。我想如果我们打开手机跟电视，你会看到我们的世界感觉都很不稳定。那国际间有很多的战争，那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有时候那个地震也是很大哈，然后台风现在不用台风，一个很大的雨就会让我们的光复乡昨天又淹水了。那我们如果去加油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得到那个油价怎么一直往上升哦，原本加50块，现在只能跑不知道几公里而已。那我想，这个世界的动荡跟不稳定，我想我们可能有时候心里面会觉得，上帝去哪里了？但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以赛亚书58章，其实我们用心去看的话，它有一个很充满盼望的答案。我想上帝他不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这种动荡跟不稳定的时候，一直在那边烦恼跟担心。相反的，上帝就是希望透过这种困难的环境，依然可以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补破口的人。
以及成为修造荒废之处的人。那今天也刚好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玉神就如同这个照片一样，是在花莲寿丰乡的鲤鱼潭畔，所以不是在那个玉山玉山，是在花莲。我们可能是全台湾甚至全亚洲唯一专门为了台湾原住民设立的神学教育的机构。我们自从1946年创立以来，有无数的原住民的传道人从这里毕业，毕业之后呢，走到台湾最深的山林的部落，走到最偏远的海岸线，去牧养那些可能被社会遗忘的羊群，以及在那边渴望上帝话语的兄弟姐妹们。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再次介绍玉山神学院。我们更要透过上帝的话语以及眼光，看见我们在这个动荡、感觉不稳定的世界中，我们如何与玉山神学院一起回应上帝的呼召呢？第一，从宗教仪式到补破口的信仰。如果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的58章，那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已经没有了国家，他们的家园变成了废墟，圣殿被敌人给拆毁，他们保护防御的这个城墙也倒塌了。那他们的百姓们就披着这个披麻，那个灰麻，在那边禁食，在那边祷告。但是他们祷告的时候会抱怨上帝，说：“我们禁食，你为什么不看见呢？”这感觉百姓把这个信仰当作是什么？当作是跟上帝在买卖或者是交换的这个关系，以为只要做好这些仪式，上帝就一定要赐福。但我们今天的圣经以赛亚很严肃的说，你们或者是他们在禁食的日子里面，他们还在那边欺负彼此。那今天的第6节到第7节，上帝他讲到他真正想要的信仰，是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松开凶恶的神，使被欺压的得自由，不是要你们把饼分给饥饿的人，让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吗？所以你会看到上帝要的不是空洞的宗教仪式，而是怜悯跟公义的真正的行动。所以如果我们在看圣经的后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终于愿意从只有关心自己的苦痛，变成他们会懂得去关怀受苦的人，还有那些社会缺乏的人。上帝在今天我们的第11节跟第12节，就给了他们非常大的荣耀，并且说到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你要建立拆毁累积的根基，你必须称为补破口的。那这段经文其实我想都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好的信仰的功课。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填补别人生命的缺乏，甚至是帮助看到有需要的人，给他一点点的帮助，上帝就会填满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愿意去重建别人毁坏的根基，我们自己的信仰就会被上帝给建立起来。那在古代以色列人的这个文化当中，这个城墙一旦出现了破口，那意味着这个危险跟敌军就会从那里入侵。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人出来防堵。那刚好这样的经验也是我们玉山神学院这80年来的见证。
第二，破口中的见证。那如果我们明白上帝话语的这个心意之后呢，我希望也在这里分享我们御神是如何见证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御神一直都在很多的方向在努力，在各个台湾深山海洋，不是海洋就是海边的这个部落的议题来努力。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御神自己也有很多的困难。那前年的04、03的这个花莲的大地震，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印象。那重创了花莲，也重创了我们御神的整个校区。那讲一个比较可爱的，那没有经历过花莲地震的外国学生，在摇动的时候，他们以为是不是圣灵来了哈？这个校舍都在这样动，然后他们就不是那个应该要出去了，这个摇的不太乐观哈。那其实花莲人是知道什么时候摇的时候要出去哦，就摇到差不多这个不太乐观，我们就会自己跑出去了啊。这是花莲人的一个，就在花莲住久就会变这样。好，那地震完之后，我们校区的这个地板有很多的裂缝哈。那我们有宿舍的天花板也都掉下来，那墙壁也都漏水。那当时的余震就还在一直来。那但是我们的师生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今天的教导，那我们没有停留在那边就是哀叹啊、担心啊，而是我们马上就穿上大家的这个御神有一个背心哦。我们在我们的劳动侍奉周，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3天，全校的师职生，不管你是院长、副院长、老师、职员，全部都要一起拿锄头、拿你想到的工具来清理校园。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亲自走到花莲很多的这个社区，我们去安慰那个灾民。那刚好这个应该是今年的这个光复的这个堰塞湖，我们御神的师职生也是第一时间就是做这个救灾的团队。那在那个满地的这个泥泞当中去帮忙他们清理家园，去做新闻大家都有看到哈，铲子英雄，看起来是非常的帅气，但是去帮忙1天之后，那个骨头就差不多了。真的去帮忙了3天之后，大概睡了2天吧，才可以就是整个身体是恢复起来的。那我们在帮忙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听到他们在形容，当那个水来的时候，他们觉得世界末日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了？那也有人在分享我在挖一个家庭的时候，我挖一挖，刚好挖到他的族谱，然后他跟我说：“那个我要，我都找不到，为什么趁这个机会找到了？感谢主。”我不知道要笑还是哭哈，就是在帮忙的时候，但是也听到他们说，这一次是这20-30年来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这个灾难，那很开心，有穿着我们长老教会的，就是这个背心，第一时间就进入到部落里面，不管去分物资也好，去清淤泥也好，只要能够帮助任何一点点的，我们御神直接第一时间就去了。那我想这也是因为御神自己，也经历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更学习如何用沾满这个泥巴的双手，要去做这个补破口的人。那除了我们这个建筑的这个挑战之外，那御神其实也有很大的这个负担，也就是我们原住民部落的一些教会的这个挑战。那过去是信仰的前辈，他们很努力，然后以及上帝的这个带领，我们基督的这个信仰在原住民的部落是很快的就复兴起来，所以我们很常会在
教会史当中说这个叫做20世纪的神迹。但是当然，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都市化、少子化、青壮年的流失，那留在部落的大多就是老人家跟小孩子。那有一些在都市长大的这个原住民族的后代，他们可能也会面临到文化的不同的这个挑战，甚至是经济社会的这种困难。那许多偏远原住民乡镇的这个小教会，那因为他们人数很少，没有能力请这个传道人，所以也出现了没有牧者的这个挑战。所以以后大家去玩东海岸的这个花莲到台东那条线，如果你们走海岸线，也请为海岸线的原住民的教会为他们代祷。有许多是目前没有牧者，但是他们还是很火热的，希望有传道人过去帮忙。那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愿不愿意去可能 Seven 全家都没有的部落呢？你们愿不愿意去学习不同原住民族的族语，用族语传讲圣经到整个部落的还需要聆听的兄弟姐妹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御神一直很努力在培养的传道人。我们御神一直努力的在做原住民的神学以及信仰，教导原住民族用自己的母语、音乐跟文化来敬拜上帝。换句话说，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在做的，就是利用信仰的这种生命力，来看到我们台湾原住民乡镇的这个挑战。所以在这里也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20岁到60岁、70岁的都没关系，我们也有60岁的同学们，来加入御神，与我们一起努力，做下一代我们御神好的一个传道人。那今年9月开始，我们御神只要你读道硕、文硕，学院部都不收学费。那所以我们欢迎更多有新的这个60岁也好，我们有很多60岁的同学，在学校里面我们都是同学，我们不会说你是长辈什么的，大家都是叫名字，所以大家都是做同学，也欢迎加入我们。那刚好今年是我们80周年，如果御神已经很努力在为很多的部落努力，那我们自己因为天灾的困难，我们这些摇摇欲坠的这些破口，又谁能够愿意来帮忙呢？我想这个就是上帝的呼召，呼召更多的教会跟年轻人能够加入重建修补的行列。那刚好今年就是我们御神的80周年。那80在我们圣经的当中是象征着一个世代的成熟跟全新的开始。就像摩西他自己其实也是80岁才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们玉山神学院从只有铁皮屋到现在有这个校园，变成原住民传道的这个中心，全部都是靠着每一年甚至是每一个月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众教会的奉献以及代祷。但是我们面对刚刚我讲的这个地震，那其实我们也是处在一个很紧张的这个时刻。我们校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老旧的建筑，在上次的地震当中，有一些需要修补的这个状况。那我们也有许多的这个学生们，他们受到上帝的呼召，他们的家庭其实经济没有那么的好，可是你会看到他们火热的心，就想要好好的努力在学校受装备，回应上帝。
那为了不让任何学生因为经济的问题，预审也很努力的在做这个奖助学金，希望能够帮助不同族群的这个有困难的这个学生。那其实这样会让我们想到说，在旧约的时候，当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36章，你会看到百姓们不论是有钱的没有钱的，每天早晨都甘心乐意的奉献。最后在那个圣经经文你会看到什么？摩西说不要再拿来了，太多了。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上帝国的经济学以及恩典。当我们人的心被上帝给感动，奉献的这个涌流就能够补足一切的缺口。所以预审这个80周年的庆典，除了有很多的运动的竞赛，当然也欢迎富强教会如果有很会打篮球的、打排球的、会拔河的，请一同参与，我们可以好好的竞争一下。那除了有这些庆典之外呢，那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呼召全教会的一个重建的工程，因为我们相信神学院的这个基础，它其实要建立在愿意补破口的代祷跟奉献，更是建立在愿意与上帝同工的弟兄姐妹们。结论来说，如果我们回到以赛亚书58章最前面的主题，也就是当他们看到他们根基坏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上帝不是要他们停留在宗教的仪式或者是哀叹当中，在今天的第7跟第10节，他呼召我们去做更多真实的信仰。我们预审其实还很努力的在许多的部落在努力，但是也经历到不同的挑战跟匮乏。或许你们今天没办法走到我们许多的部落直接去传福音，你们可能不会讲达安的话，可能会因为有达安的姐妹，你们不会讲阿美族的话，你们不会讲布农族的话，你们也没有执照直接去我们预审去帮我们修补那个挡土墙。但是当你们愿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付出你们的爱心、奉献跟代祷，我想就能够呼应上帝在11节当中给我们极其荣耀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们今天对预审的每一份感动，就是在具体回应今天以赛亚的呼召。这些奉献在上帝的手中，它都会成为浇灌预审以及原乡部落的一个力量。你的奉献可能会变成一包水泥，可以让我们去补那个裂开的这个墙面。你的奉献可能会变成一个奖助学金，让需要的原住民族的学生可以安心的装备。你的奉献可能最后会变成，可能会帮助一个满怀热忱的传道人，在未来的某一天，他站在他的部落讲台上面，带领需要上帝的家庭回到上帝的怀抱以及上帝的爱。在这个人心跟世界可能还不稳定的时代，我相信预审是我们大家的神学院，需要你我来一起关心跟代祷，让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只会哀叹的旁观者，让我们一起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让我们跟预审站在一起，成为那个补破口的人，让上帝的荣耀再次在台湾原住民族的山林与海岸，以及我们富强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的社区当中大大的彰显。那在结束之前我想要
分享我们预审的这个影片，来跟弟兄姐妹介绍玉山神学院的近况。自1946年创校以来，玉山神学院已走过80个春秋，培育无数教牧与神学人才，影响台湾原住民教会。80年，我们用信仰与知识点亮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今天的玉山不只是学院，更是一个属灵家园。每一位学生都背着服侍的心，走进教会，偏乡部落，将信仰化为行动。你的支持让这个使命得以延续。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有一个学期都要去工作，所以挖水沟，当然没有抓山猪了哈，就是挖水沟就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去光复帮忙的时候的照片。80年，我们见证上帝的信实；80年，我们培育学生服侍的心智。今后，我们期待更多愿意接受呼召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接受神学教育，走进台湾各个部落，请我们一起成为这个使命的一部分。那这个是我们预审的音乐会，那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参与。那再次跟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想要受到上帝的感动的呼召，不管你是20岁、30岁、70岁，都很欢迎大家加入预审。那9月之后大家都不用学费了，所以欢迎加入我们。那让我们来同心祷告。Tamangi na balau.Makalas nami sunan kanaga lenungan nami. Mahoy subalay boda su kali susayang. Mia temsa menan manuka balay pa kempaham mi senheyan nami. Balahaw su biakin nami biah tmiyuh kenalas su. Demurun ku utubalaw semlayak su penhodan fuchang ni Yusan神学院屋里. Semlayak su penhodan fuchang屋里Kia ka tedua su ngenalun palubay kenkia的diwan su。亲爱的上帝，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我们将富强教会跟玉山神学院交托在你手上，让我们时时刻刻有你的恩典，时时刻刻教导我们如何为你做工。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